我是在地新闻，相信大家平安快乐。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23，旧历的4月26，礼拜5。好来新闻的头一条，来看这个台中的南区，一栋长咧起的这个大楼发生着严重的公安的意外，有2个40多岁工人，当时伫咧13楼悬咧做工，想袂到这个应价向上来撞你，2个工人全栽落去，当场就无呼吸心跳，赶紧来送病院急救，也是救无倒来，亡生了。 当伫咧去15层楼建安的工地13楼的位置，会当明显看到绑架刑架。当时2位40多岁男性工人当伫咧顶面施工，刑架绑落来时，2位工人就安尼为真悬的所在拼落1楼，接落来刑架嘛去喊到一位伫咧其他楼层施工的工人，和另外1位伫咧涂骹做事的工人，拢总4位工人受伤，其中2位为13楼拼落来工人。 当场断开。对面刚好也有在绑鹰架的工人，他说他们有看到鹰架跟那个工人一起整个掉下来。附近的民众讲，透早9点外，工地才开始伫咧做事，就听到乒乒乓乓声音，赶紧走出来看，就看到2位工人为关楼层的所在摔落来。消防队到现场时，赶紧将2位工人为经过内底救出来，马紧赶紧送到。 病院抢救有没有初步看到他们有一些安全的一些绳索或是安全带的设计防护？目前看是应该是有，可是因为抢救比较紧急，我们没有注意这么多。那我们就是请我们的救护人员赶紧去替他们做急救的措施，这样子。根据工地主任讲到，这栋当伫咧起厝，伫咧4、5工前就开始伫咧拆刑架，为关楼层一层一层拆落来，过程内底拢提供安全的防护设备。 现在刑架绑落来时，安全设备拢无起作用。劳检单位当伫咧调查，卖计花48万民令停工。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